就座。那你知道这个时间要欢迎谁进场？小朋友。我们今天有大人的读经研习，我们还有小天使的这速成班，要为大家带来热烈的、精彩的表演。那借出你们的双手。借给你。不是啦，你要说借给你。好，再一次，借出你的双手。借给你。好，那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小天使班为我们精彩演出。小朋友要表演喽！嘿嘿，好嘞，好嘞。来，我们掌声不断啊，掌声不断。我们小朋友需要一点点时间准备，然后等他们一下。很容易。我水果呢，眼睛做了汤。